在美军撤离阿富汗、中亚局势扑朔迷离之际，中国与俄罗斯在宁夏青铜峡基地开始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俄两国的陆军和空军都派兵参加了这场演习，双方兵力总规模突破1万人。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散地区与阿富汗之间有一条很短的陆地边界。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周四说，随着变种病毒继续传播，该国正处于武汉病毒大流行的第4波疫情之中。他说，加拿大每天报告1500例新病例，其中大多数是20至39岁的人。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占领该国第2大城市坎大哈。阿富汗政府军在过去8天内对塔利班失去控制的审计中心数量增加到12个。另一方面，阿富汗政府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据俄媒报道，俄罗斯超高音速系统科学研究企业总经理兼首席设计师亚历山大·库拉诺夫因叛国罪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留。初步信息显示，从事超高音速技术研究多年的库拉诺夫将包含有这些国家机密科学发展的信息交给了一名外国公民。以色列外交部长亚伊尔·皮拉德开始对摩洛哥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宣布，他和摩洛哥外长会谈后决定，两国在几个月后互设大使馆。以色列外长皮拉德办公室表示，皮拉德将为以色列驻摩洛哥首都巴勒特的外交机构揭幕。对2020年人口普查进行的一项新的详细分析显示，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种族多元化。过去10年来，白人人口数量在美国历史上首次下降。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政策在土耳其中部省开塞利遭到抗议，由维吾尔人和当地土耳其人组成的一群人聚集在共和国广场，展开土耳其和东突厥散国旗，并对中国做出反应。中国被指控对东突厥散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中国宁波舟山港因出现新冠病例而关闭后，中国前2大集装箱港口上海和宁波的拥堵情况正在恶化。据报道，舟山港美东码头自周3早上开始暂停所有业务。